劉家良係一個指標人物啦，佢嗰啲真係功夫片啦。以前我们常常拍动作是把格数调得快一点，所以他们打起来比较爽一点。可是刘家良的动作是要把格数调慢一点，因为打得太快，来不及看了。大家做一个什么打，我一定给你过。我一打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看着。有时候打的时候，师傅啊，你想怎么打出来的？我说我不能打嘛，习惯打嘛。劉家良咧初拍嗰陣時，佢係真功夫啊！真功夫拍出嚟要好睇咧，你又一定要拳拳到肉。刘家良懂得十八般武艺，我不是还穷，我本身我就